万紫千红从来不乏人关爱的眼神，但是走进这一片花园，即便是一只小草、一株墨色，因为园丁的照拂，都有着强大的能量。这董侯批的天然香味，提醒着我正被大自然包围。哇，这里好多精油哦！对。想那小改一下。你看。好舒服的味道哦，精油感味董侯批耶，还有薰衣草，好舒心哦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们萃取室也有在做示范哦，真的吗？我们去看看。好啊，好啊。因为喜欢，对于精油的一切，我都有着高度的兴趣。这也才知道，我来到了樟脑油生产的大本营，有着岁月痕迹的炼制器具，现在继续在教学的场域做最佳见证。苗栗它做迄个竹樟脑油，竹香茅油个台个凊台的人士，另外你问啊，香茅加樟脑，慢慢的落来，味道够服爽的重片，安尼你问到这比你个凊新鲜的个竹油的方法。一个步骤一个步骤，我认真的听着老师的指导，心里感动着。我最喜欢的薰衣草，可以因为我的这一场手作体验，陪我往下一趟旅行前进。这样子可以了，已经可以装瓶了。好感恩哦，这根本就是一个练拜拜秀之旅。但是，好感动哦，终于好了耶！而且，P K 来董熊是非常香。可以装瓶了。装瓶跟这里的。好，我要来装瓶了。等到这样子，当然我自己做的精油乳液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精油改味董侯批哦。盖起来，可以了，盖起来了，这样就完成片了。耶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当然，一个人的独行有着敏感的心，有时寄情花语，让一切静静的被记录。精油改味董侯批，等着淡淡的香气，撩拨一丝丝的怀想。